大家好，我係 Idy。好多投資者買 Buy to Let 物業嗰陣時候，都會問究竟應該用自己個人名義定係開間有限公司持有呢？咁一集我請咗 Cupcake Mortgage 嘅英國按揭顧問 Jeff 為大家拆解當中要注意嘅事項。好啦，阿 Jeff 你好。你好啊，各位大家好。咁好啦，阿 Jeff 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下，究竟用個人名義同埋有限公司名義買樓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呢？同埋有冇啲情況反而唔建議用公司名㗎？好啦，嗱，呢個呢亦都係好多投資者關心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分開兩個層面嚟講啦。咁首先喺按揭方面先，咁個人名義呢，一般嚟講係比較容易批核，亦都係比較多選擇嘅。咁彈性亦都較大啦。換言之呢，個利率呢通常都會比較低嘅。好啦，至於用有限公司名義嘅話呢，通常利率呢會比個人去申請呢高大概0.5%至到1%度，而且產品相對選擇呢就較少嘅。咁亦都好多時呢係需要用個人名義做擔保添嘅。好啦，咁至於喺稅務方面啦，咁如果係個人名義呢，租金收入呢係會納入個人嘅收入去計啦。咁嗱，英國呢用一個累進式去計嘅，咁最高嗰呢個稅收呢係有去到45%嘅。咁而且由2020年開始呢，按揭利息呢只可以扣減20%嘅稅項抵免啦。咁而唔係完全扣除嘅。好啦，至於如果用公司方面嘅話呢，有限公司個稅率固定咗喺19至到25%嘅。咁視乎你嘅利潤啦，而且按揭嘅利息咧可以全數當為一個支出營運開支咁樣扣除嘅。咁對於高收入或者本身嗰個租金收入比較高嘅朋友嚟講咧，個慳稅效果咧會比較明顯嘅喎。哦，咁啦，咁有冇咩情況唔建議用公司名㗎？都有嘅嗱，如果你本身咧個稅階係屬於basic rate taxpayer 嘅話，即係話你個年收入咧現時年收入咧係50,270磅之下，咁嘅話咧，其實你係即係可能你只係買1-2層樓去收租，加埋現時嘅一個工作嘅話咧，其實你用一個個人名義去持有嘅話咧，係好多時你都會慳咗唔少嘅稅嘅，係啦，咁或者你短期之內咧想賣出買賣物業嘅話咧，用個人名義咧可能會更加划算，因為用公司去買賣物業嘅話咧，要將啲錢攞翻出嚟再俾自己嘅話咧，你要再交多個股息嘅稅啦，一個嘅 dividends 啦嘅 tax 啦，咁所以而另外咧就係個人名義，如果每年咧你哋嗰個買賣樓宇得翻嚟賺咗個錢嘅話咧，嗰個 capital gain tax 咧就有3000磅嘅一個免稅額嘅，但係公司咧就唔會有呢個免稅額噶啦。哦，明白。好啦，咁我又想問你關於新成立公司嘅申請按揭嘅問題啦。咁如果新成立有限公司有啲乜嘢嘅營運記錄，同埋仲可唔可以做到 Buy to Let Mortgage 㗎？嗱，個好消息咧就係，如果你新成立嘅公司係一間叫做 SPV 嘅公司，即係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嘅公司嘅話咧，雖然你間公司咧係完全冇任何嘅交易記錄，但係好多銀行咧同埋 lender 咧都會接受呢一類嘅 SPV 公司申請按揭嘅。但係如果唔係嘅，你有其他嘅，即係譬如一個 trading company 嘅話咧，好多時都要睇翻你呢間公司成立個2年咧，你有冇一啲嘅營運記錄啦，同埋你係交足稅啦，你先可以申請到一個按揭。咁亦都接受嘅銀行咧，相對係比較低嘅。至於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咩叫 SPV 呢？即係用嚟專門愛嚟持有物業嘅公司，係唔做其他生意嘅，冇其他 operation， 冇其他嘅買賣嘅嚇，愛嚟收租啦，或者係本身買賣一啲嘅物業嘅啫。咁好多嘅 buy to let 嘅投資者呢，都會用呢一種嘅公司去做一個用呢個結構去做投資嘅。咁新嘅公司可以點樣做啊？嗱，咁基本要求啦，咁就新公司要喺英國嘅 Company House 啦，就登記註冊啦，董事係需要有良好嘅一個信貸記錄啦。咁因為唔需要嘅公司帳目啊，因為新公司銀行都明白冇乜呢個財務報表啊，咁就改為會睇呢，就係物業會預計嘅租金收入啦。咁只要個租金收入係高過一個叫 interest cover ratio， 係依家係125% 嘅話呢，咁就已經可以申請到噶啦。同時間呢，當然呢，亦都會銀行係睇呢個董事啦，同埋擔保人嘅財務狀況啦。
至於個按揭成數啦，好多人都會關心呢，就係一般呢都會係借到最盡呢係75%嘅，咁亦都有部分 lender 可以借到80%嘅，咁但係個要求就更加嚴格，或者個利率就會更加高咯。嗯。咁重點就係，就算係新公司，只要物業租金回報合理啦，董事嘅信貸 OK 啦，咁絕對就可以做到按揭啦，係嘛？係嘅，係啊，呢個都係大家即係用公司嘅情況去投資嘅要注意嘅地方。咁究竟銀行審批有限公司按揭嗰陣時候，咁最重視邊幾樣嘅因素㗎？嗱，咁銀行審批按揭嘅時候咧，主要係分4大範疇嘅。咁第一咧就係個租金嘅覆蓋率啦，就係我哋叫做 interest cover ratio 啦。呢個係幾重要嘅。咁銀行咧會要求呢間物業將會買呢間物業咧個租金收入咧係按揭供款嘅超過125至到145%嘅。咁例如你每月供款係要供1000磅嘅話咧，你個租金收入咧就必須要有1250磅咁先至可以嘅。咁第二個範疇咧就係嗰個物業本身嗰個估價啦、個價值啦。以標準嘅 residential properties 咧就係比較容易批嘅。咁如果你嗰個物業係啲譬如 HMO 啊，即係話有多個住客入住嘅，要有 license 嘅 HMO 啦，studio flat 啦，或者一啲 ex-council house 嘅話咧，都可能比較難批，又或者個估價咧會相對係估得低咗嘅。咁銀行咧，而佢個估價咧，佢係會用佢自己一個專業估價，確保嗰個物業嗰個估價出嚟嗰個質素啦。咁一般有啲朋友問話，我自己其實我都會揾，即係購買物業嘅時候咧，會揾一啲 surveyor 做一個 home buyer report 啦，又或者做一啲 report 嘅時候咧，可以加埋 valuation 喎。咁嗰個 valuation 可唔可以作為一個作為一個俾銀行嘅 reference 咧？咁一般嚟講就銀行咧就只會信自己個 valuator 嗰個結果嘅啫。咁但係你如果你有即係覺得我俾多少少錢想去攞一個 value 俾自己安心啲嘅話咧，都係可以嘅。咁第三個範疇啦，公司如果係 SPV， 頭先咁講啦，記住股東唔可以超過4個人嘅。咁另外咧就公司個章程裏邊咧個 company 嗰個business code 咧都要清晰列明營運嗰個項目嘅，咁係有一定嘅要求嘅。咁同時間咧就係如果你個一個 SPV 裏邊嘅股東咧係有，只要佢係個持股嘅份量超過20% 嘅話咧，佢都必須要成為呢個擔保人嘅。只要如果信貸記錄良好嘅話，就唔可以有任何嘅譬如 CCJ 啊或者破產記錄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呢個申請嘅。當然啦，最後就係有部分銀行咧會要求一啲董事咧會有一啲嘅物業管理經驗嘅，咁就會容易批啲嘅。明白晒。好啊。咁好啦，我哋最後想問下董事同埋擔保人嘅個人收入，咁喺公司按揭入邊會有幾大嘅影響㗎？其實個影響都幾大嘅，雖然係用公司名義啦去借錢啦，但係銀行咧都會好着重個人嘅背景嘅。即使係公司借貸嘅話咧，大部分 lender 都要求董事做呢個個人擔保啦，即係一個叫 personal guarantor 啦。咁如果董事嘅收入亦都有機會會影響銀行對呢個還款能力嘅信心嘅，特別係新成立嘅 SPV 公司。好啦，如果董事本身係有穩定收入，長工啦或者係 self-employed 都好啦，信貸個記錄良好嘅話咧，其實真係會大大提升你可以申請到批核嘅機會嘅。好啦，嗱，作為一個公司裏邊嘅擔保人嘅話咧，其實真係要明白，如果公司有一啲情況下係還唔到錢嘅，即係可能嗰2個月係咁啱間屋個租客走咗，你再要去重新放租，有2個月還唔到錢嘅話咧，其實咧嗰個擔保人都要還錢落去嘅，咁亦都銀行咧係會追個擔保人呢個還錢嘅。咁我俾個實際例子啦，假設你開咗間 SPV 嘅公司，冇營運記錄嘅，但係咧董事有穩定嘅工作，譬如年薪係有6萬磅嘅，信貸評級良好，咁銀行咧都會即係基於你嗰個財政狀況啦，加埋租金將會收嘅物業收入咧，去批出呢個按揭嘅。咁所以咧個人財務健康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好清楚，咁即係話雖然用公司名有稅務優惠啦，但係都要睇個人嘅情況。咁好似新公司都可以做到按揭，但係董事嘅個人背景都好重要喎，係咪？多謝晒阿 Jeff 今日嘅分享啦。好，唔使客氣。
如果大家對 Buy to Let 按揭有任何疑問嘅話呢，都可以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嘅。咁同埋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啊，下次見，好，拜拜。拜。